到底想要来做后一任的教宗，领导全世界14亿个天主教徒？这场教会内部的选举嘛，成做全世界的焦点。有想有机会会当出线，咱做伙来了解。教宗方济各过身了后，宗座出缺已经超过2礼拜。校定的133位初期主教伫台湾时间初7暗时召开秘密会议，选出罗马天主教会第267任教宗，其中一侪人过去因讲唔捌见过面，所以伫投票候选进前已经先开10几摆会议，来深入了解互相对未来教会环境。政治甲道德议题是这初期主教中间上界主要看法无同的所在。自由派倾向更加接纳同性婚姻，为难民讲话；保守派是希望坚守教会传统的礼仪甲道德的价值，将好多甲信众留条咧。也拄过身的教宗方济各普遍被看作是自由派领袖人物，搁在前一任的本道16世受真强的保守色彩。另外，地理分布也是一个观测重点。这摆使投票的初期主教内底，欧洲人敢若占53席，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有62席。最详细上悬的人选是意大利的帕洛林初期主教，伊即阵担任梵蒂冈教廷的国务院长，捌代表圣座出席真侪国际场合，外交历练真丰富。被看这是教廷的第2号人物，伊的立场并无明显偏向保守，也是自由的派系。Il pastore che il Signore ha donato al suo popolo, Papa Francesco, ha terminato la sua vita terrena e ci ha lasciati. 另外，一位主皮初期主教上款是出身意大利，被看作是自由派大将，捌担任特使出访乌克兰，是不是都争取到保守派支持也有疑问。Voglio dire, quando io ho iniziato sulle vittime e sulla richiesta di perdono, penso che Papa Francesco l'ha fatto in una maniera, direi, così esemplare. 欧洲保守派热门人选是来自匈牙利的埃尔德初期主教，伊有神学甲法学博士学位，是教廷律法专家，不過對信眾較欠缺親和力。 Ennek a szeretetnek a megvalósítását kívánom mindannyiunknak. Feltámadt Krisztus, Alleluja! 也來自非洲加納的圖克森，甲來自菲律賓的塔格萊，是分別被看作非洲甲亞洲當選教宗的希望。You know, being a small minority doesn't mean the church is dead. We believe that Jesus is alive, and he was born and he ministered, he died, and rose from the dead in Asia. 會議開始了後，初期主教就甲外界來解說，甲外界溝通的唯一方式就是經由新教堂演堂的演舞設置。新教宗若選舉完成會請備演，若經過33輪投票也無得出結果，就以得票上懸的2位進行決選。頂一擺方濟各是用2天的時間就當選。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